籃球對我嚟講咧，係一個喺我生活裏邊一個好重要嘅嘢。無論我係做球員啦，或者做教練啦，其實我都覺得我自己有責任。特別喺香港籃球做到一個職業球員出到嚟打都比較少啦，加埋我自己嘅位置內線球員出到嚟打，其實我都算第一個啦。咁而家有 David 有 Simba 都多啲球員喺內線出到去打，我都覺得我都要幫到下一個年代，講到我自己嘅經驗啊，自己到時嗰陣時嗰啲困難啊，希望幫到下一個年代可以有更好嘅發揮咯。其實細個係玩幾個唔同嘅運動，我本身其實好多人都知我係游水嘅，我係一路游水一路打緊波，只不過我嘅媽咪係一個游水嘅教練，所以其實我細個係游水係好啲，所以我其實打波係對我嚟講係一個stress relief 啊，就係一個同啲朋友玩啊，落街場打波啊，其實冇諗住真係好認真去打，跟住就10幾歲就覺得想俾自己一個機會，俾咗自己1年時間去打波，點知個成績係好好，覺得有將來，咁唔係一路 keep 住打落去咯。香港係 OK 咯，我知道其實對好多香港人關於身份同埋之中我都係 mix 咗，係媽咪喺香港出世長大，我爹哋係外國人，我都知我其實未必係好多人心目中一個香港人，但係對我嚟講，我係香港人，香港人係 OK 咯。我細個第一個最大嘅目標係代表香港隊咯，冇講其他嘢咯。細個無論游水、打波都係想代表香港。咁其實而家都做咗10年香港隊隊長啦，我都覺得係好難得嘅事咯。但係香港永遠都係 OK 咯，冇理其他人點講點睇咯，我一定係為香港去行先咯。香港籃球咧有2方面，第一，我哋嗰年代咧，我哋冇職業隊，加埋甚少職業球員，係得1至2個。所以如果你係想跳到出嚟想做職業球員啦，你一定要做到香港最 top，亦都係國際嗰 level，要代表自己有個能力可以挑戰到其他嗰啲職業球員啦。跟住第二，我哋其實因為香港個籃球嘅水平係比較低，我哋嘅打法同我哋個籃球個模式同其他職業聯賽有少少唔同，所以你跳到出去咧，你都要調整少少咯。所以有啲球員咧就香港可以打得好好，但係出到去打啲國際比賽或者打啲職業聯賽咧，未必發揮得咁好咯。咁呢個調整同埋呢個過程都有啲困難咯。其實對我嚟講，幫到下一個年代都好重要啦。我自己都年紀開始大啦，都 focus 多咗喺教波嗰度啦。咁我自己都想揾多啲機會幫香港年輕嘅球員，亦都唔係單止教，亦都同佢哋商量，佢有能力可以出到嚟打大學，遲啲做到職業球員。其實我都覺得我有幫到手，我覺得 ESL Future Champions 係一個好好嘅 program， 同埋會幫到手咯，絕對幫到香港籃球嘅年少嘅球員啦。咁希望佢哋可以即係我自己幫到手咯。其實香港籃球有好多嘢需要改變咯，但係我覺得如果有多啲 program 係行 ESL 嗰個 Future Champions 嗰個路線咯，我覺得會越嚟越好咯。同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ESL Future Champions 嗰個教練團啊 ，Coach Mike 啊 ，Coach Gary 啦，其實同我細個係完全唔同。我哋冇呢啲教練喺香港，而家有呢個教練團，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咯。第一有外國入到嚟職業教練 Coach Mike 同 Coach Gary 係真係喺亞洲最高職業籃球水平入到嚟教，亦都佢哋個經驗係可以直接同年輕球員，好少有呢個機會咯。正常你真係暫時喺香港，你想面對一個職業高水平嘅有經驗嘅教練，你要打到甲一組或者港隊或者出到去，其實你10幾歲已經可以 one on one， 可以問問題，可以練到波又學到嘢啦，係一個好特別嗰樣嘢。加埋我自己同其他個教練團都好關心啲球員，都幫到佢哋，亦都答到佢哋問題，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咯。